你以為未來最賺錢嘅行業係 AI？錯啦，真正嘅風口其實係護老行業。喺香港呢，而家65歲以上嘅老人家啦，有150萬，已經佔咗1/5嘅人口喎。到咗2039年，會直飆到去252萬。申請一個政府資助嘅安老院位，到底要等幾耐呢？平均係9個月。你諗下，老人越嚟越多，能夠照顧佢哋嘅年輕人又越嚟越少。2024年全國65歲以上嘅老人家有2.2億，而全國養老機構嚟講呢，只有4萬間。所以呢個行業唔需要判斷，佢一定係一個物理學嘅風口。老人一定會越嚟越多，護工呢一定會越嚟越少。你唔做呢，人哋都會去做。你哋知唔知啊？喺香港一個護工2萬蚊嘅工資，我哋都請唔到人。喺內地一個月1萬蚊工資請護工排晒長龍。呢個市場有幾大？未來10年長者照顧行業會唔會成為最大嘅藍海？評論區話俾我。小紅書